好，各位朋友，上次我们学过了一个单元音，读哎，这个是上海人打招呼用的词语。哎，侬来啦！哎，烧饭去！哎，那今天要学的这个音呢，有点难。怎么难法呢？就是普通话里没有。而且那个英语里边也没有。上次我们学的英语里也有的，比如说 desk 的 desk 有的。那上海话里面的这个音呢，倒是法语里边有的。这个音读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音。这个音有点难。为什么有点难呢？因为北方人会读成哦。那这个音跟有什么区别呢？看口型看不出来。你看啊，好，敏感一点的朋友可能会知道，这个是舌头的位置不同。这个舌头的位置如果到后面去了呢，就是上海话这个也有的沙发、锁骨西骨，这个读但是这个音呢是读那如果不会发呢，我教大家一个方法。应该普通话都有的如果你把这个的口型张大一点点，那么就是舌头的位置都在前面所以上海话这个有一个词语很好学的，就是男男女女，就男男女女，男男女女，女的女的，男的男的，男女男女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个办法呢，就是上次我们教的这个口型是扁的，我们把这个音的舌头位置固定下来然后把这个口型收成圆的，试试看好，这个音呢对应的是普通话里面的安，大部分的安和绝大部分的弯和冤，在这里面都是用这个好，现在我们来先学一学一个顺口溜。衣裳穿穿，衣裳衣服，穿穿穿穿，衣裳穿穿。电影，看看，钞票，普通话念钞票，钞票算，钞票算，饭碗，饭碗，端饭碗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衣裳穿穿，电影看，钞票算，饭碗端。那么这个音呢，主要就是学看这里，衣裳穿穿，电影看，钞票算，饭碗端。书就是这一本《学说上海话》。这
上海人说很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安。好，我们现在也来学一点词语啊。第一个词叫寒酸，寒酸，普通话读寒酸，上海话寒酸，寒酸。它的意思是他穿的不行，他们家境不好，都可以用老寒酸的，老寒酸的，寒酸，寒酸，寒酸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词语。第二个词语是这个，普通话念转盘，上海人叫转盘，转盘，转盘。我们可以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，桌子大，那么需要中间有一个转盘，转盘转过来转过去，转拨伊拉吃呀，转。还有一个上海话可能常常说的是转弯拐弯，上海人讲转弯，转弯处，转弯角子，转弯角子，转弯。好，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个词语。第三个词语是糯米，糯米。好，注意这里糯跟男女的男的发音是一样的，糯。后面一个米呢，普通话是读面的。那么这里呢，给大家一个规律，就是凡是普通话里念安韵的词语，上海话把这个烟啊，普通话念烟的，上海话全部转换成意。那比如说先生的先，细，去不去的前面的前，习，剪刀的剪，鸡，都是这个烟，上海话就念意了。好，细糯米，好，这是第二个。这个词语是念普通话念扇子，上海话呢扇子，扇伊呀，扇子把它扇，扇子伊呀，扇子啊，这个音调有点不同，但是这个音的发音就是扇子。好，这个词语呢读管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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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伊呀，管他呀，小朋友要管伊呀，小孩要管他的，管。好，这是我们学的最后一个词语，叫团圆啊，元宵节我们要团圆，8月15中秋了也要团圆。那上海话呢还可以把它重叠起来，团圆过元宵，团圆。好，那么这个词语呢就是发音有点难的比如说衣裳穿，不能读成衣裳搓，电影看，不能念成电影看，钞票算，不能念成钞票刷。如果念成了钞票刷，
那就是你家里特别有钱，要把很多的钞票都拿到阳光下面去晒一晒了。所以数是晒的意思，数是计算的意思。这个两个发音，一个舌头在前，一个舌头在后。数数数数，你看舌头，你看嘴型看不出，但是舌头的位置不同的啊，这个音读最后一个饭就是饭碗的碗，上海话读饭碗，饭读饭，那我们会念了这个音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跟英语当中有一个词语叫 very？ 如果我们把这个 r 字拿掉，就是这个发音了。端着，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学会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要告诉各位朋友，学说任何一种语言，只是一点点的时间是不够的。你每天有时间的话，都要练一练。那么怎么练法呢？一个就是我这个视频，你一直有空的话就听一听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本书叫《学说上海话》，这里面它有光盘，这个光盘上面有示范读音的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用的这个就是第6课单韵母安，上海话读里面有很多的练习的材料，有音频可以听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我们学了2个元音了，一个是一个是好，再见。